主后2023年10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先知无穿衫，搁脱赤脚。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20章第1到第6节。亚述王安尼君命令伊元帅去攻取非利士的阿什突城。这代志以前，上主对阿摩斯的囝以赛亚讲：“你去，将你身躯顶的毛衫脱起来，脚穿的凉鞋脱起来。”以赛亚就照安尼做，赤身裸体，脱赤脚行路。然后上主讲：“这是埃及甲古实得要拄着的代志的记号甲兆头。我的仆人有3年久赤身裸体，脱赤脚。亚述王会亲像安尼掠埃及的俘虏，甲古实的战犯，无论是少年的，也是老的，互因拢赤身裸体，脱赤脚行路，互埃及见笑。所有瓦靠古实以及用埃及做夸口的以色列人会惊吓见笑。伫迄日，住伫沿海的人会讲：“看咧，咱所瓦靠要保护咱逃脱亚述王的，就拢安尼，咱哪有法度走闪？”先知无穿衫，搁脱赤脚。公元前715年左右，埃及意图说服巴勒斯坦地区的国家背叛亚述，搁保证埃及会保护因。2年后，阿什突听信埃及背叛亚述，结果公元前711年，亚述攻打阿什突，埃及却未遵守诺言，因为安尼，以赛亚脱体讲预言。当当时，衫仔的款式甲质料是地位的标志，奴隶才会脱体无穿衫。另外，伫亚述的律法下，犯罪人也是爱脱体示众，代表因已经丧失社会地位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上帝爱以赛亚脱体，应该是公开演示埃及人受掠的状况，为着要互人民明白埃及已经自身难保，所以毋通仰赖埃及。伫人简单看见世上强权比上的军校母较有力的时，先知脱衫脱赤脚，就咧表示上帝的心意。以赛亚毋但脱衫脱赤脚表示上帝的心意，也透过不断演说，唤起人民的记忆，用言辞诗歌语言来唤醒意识，界定现实。尽管先知的举动互世间人看做奇怪荒谬，伊也在所不惜。就算先知的作为遮尔激烈，伊面对的却是一群心硬若石头的人民。因的心硬若石头，是因为因对上帝的作为和教导皮皮无要无紧，直到因对先知的异常表达也袂重视，搁较远离上帝的心意。相反，对信仰掠做事上，也会甲咱杀离上帝的心意。甚至侪年以后，初信的生分感渐退，我毋捌的雷达也若亲像失去作用，实在互咱的感官迟钝，看上帝有若无，因为伤实在，互咱甲恩典看做是理所当然，失去对上帝的敬畏。对人、对代志、对上帝的话语，
存有某种程度的生疏感，其实是必要的。适当的生疏感会互人谦卑，也会互人有期待，听候较无含思念。我拢知，我拢听过，我拢学过，表达出来的是人家己定做真敖真爱。这种看做事上的态度，会互咱简单随波逐流，接受表面信仰，维持灵命的形式，也是甲这种形式合理化。反正我无牵涉到重大可体的罪。反正我做甲还会使得，反正我真熟悉，反正大家拢安尼咧做。对信仰看做是事上，伫某一方面是比灵性对立搁较危险，因为伊常常用微妙无感觉的方式渐进发生，互人有魂无体。落尾的结局就是通有见衰退甲对立。身体脱体赤脚，拄好刺激人保持适当好奇，受吸引有想要明白的心。上帝使用身体的脱体赤脚，继续吸引咱，爱咱也探头探究，加一寡甲上帝相像的心情。加一寡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日常，我身上有倒一寡看做事上的旧习惯、旧思维，阻断我对上帝好奇。伫我身上有倒一寡看做事上的旧习惯、旧思维，阻断我对上帝好奇。咱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赦免我，因为伫我的旧的眼光，袂记得你是施行新事的上帝；伫我看做事上，袂记得你受定的手伤痕；伫我的贫惰，袂记得超找你下伫我生命中的线索。主啊，互我跳动兴奋的心，你的救恩要互我惊爱甲惊喜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